行过历史，迈向使命。在牧区同心宣教同行的活动中，再次体验进入上帝宣教的6个面向：宣扬上帝国福音，培育上帝的儿女，实践爱心服务，心灵重建社会改造，关怀受造界环保，福音与文化的互动。最后，在基督门徒使命传承的宣教座谈中，以励志祷文来回应：愿主圣灵牵我手，天路历程主同行，平安。王清海弟兄安息追思礼拜，在这礼拜6下午3点，主日教会礼拜堂举行。感谢上帝将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金句，可以看周报的第1页，也可以看上方的投影片。以弗所书5章9节，我们连同章节华语的部分一起诵读2次，请。以弗所书5章9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以弗所书5章9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你是何等奇妙、何等荣耀的主！我们此刻聚集在你面前，满心感谢、赞美你，恳求圣灵运行，使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敬拜以及主日信息与你相遇，享受主的同在。感谢主带领我们度过这一周，愿你亲自赐下力气，让我们当中若有人身体疲乏或精神软弱的，都可以再次强壮起来。在这季节交替、天气变化剧烈的时刻，让我们身体健康、心灵平安。你是圣洁与公义的主，不论是在家庭、职场、学业、教会的参与或同工上，求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没有信心或是身在低谷时，仍旧定睛看神，而不是看人。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身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也愿我们能更多的关心社会，成为好邻舍，让我们在关注缺蛋危机时，想到更加弱小有需要的人；我们在热爱棒球时，思考国家的立足与未来。昨天是311日本大地震12周年，也让我们思考环境与永续。借着基督徒的好行为，让我们所在的社区、地方有更多的人可以因我们而得着上帝的祝福。我们将今天的礼拜恭敬交托仰望，也愿你的荣耀与同在降下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最后，我们用主教导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彼此打招呼一下好吗？感谢主能够让我们一起来到他的圣殿，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将颂扬赞美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让我们献上最佳
真光照亮黑暗，让我们举起敬拜。愿主荣耀充满全地，让我们同声宣扬。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值得我们的敬拜，你值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万物都要来歌颂你，因为你是那荣耀的君王，你是复活的主，更是我们生命荣美的救主。耶稣，荣美的救主，复活全能战胜，荣耀君王，神羔羊，圣洁和公义，尊荣的拯救者，明亮晨星，天使高声齐颂扬，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你，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乎万民之上，配得尊崇，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耶稣我主，超乎万民之上，耶稣，耶稣，荣美的救主，复活全能战胜，荣耀君王，圣羔羊，圣洁和公义，尊
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要永远敬拜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们更多的来宣告，我要永远敬拜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要永远敬拜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乎万民之上，配得尊崇，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耶稣我主，耶稣我主，超乎万民之上，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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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美的救主，耶稣，荣美的救主。亲爱的主耶稣，这是何其甜美荣美的名字啊！每一次当我们称呼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再次要将荣耀献在你面前。愿道成肉身的主耶稣，真实的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感谢主上帝，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他预备的时刻，再一次来聚集，一起敬拜。我们特别欢迎两位伙伴在我们中间一起敬拜。林琪琪姐妹在哪个地方？请起立，让我们欢迎。欢迎你哈。他最近到这附近来有个实习，我们盼望这中间你能够在士林长老教会找到伙伴，找到你自己属灵的家。另外，应该是上次看到那个王尚涵姐妹哈，来欢迎你，再次欢迎你，永远欢迎啊！也是住在这附近。我们盼望不只是在区域上面，在空间上面，让我们能够也借着每一次的敬拜，甚至在小组、在聚会里面，我们有更多彼此的连结，跟一起来经历主上帝真实的爱。从上个礼拜3月5号开始，我们教会就是130周年的生日快乐之后，我们盼望主他给我们看到的不是过去历史记录的回忆而已，更重要，我们能够像昨天黄牧师提醒我们了，还记不记得今年和会手册上我们所写的1、2、3哈？那个1、2、3，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一心回应，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然后2呢，就是双翼的平衡，让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运行。你每一天的金句有约，每一天跟上帝的亲密，借着圣灵带领，经历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所有的劳苦重担，都由他来承接。圣灵的带领感动，上帝话语让我们明。3呢，就每个人的生命都有3个面向：敬拜的人生，愿意受造就成为门徒的人生，愿意分享、见证、宣教的生命。这3个角色同时进行。我们无论是在外展的门徒训练、福音朋友，或1对1
我们的从怀疑到相信，等等，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在做见证、在做宣扬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的时候，能够跟我们的教会培灵会结合在一起。黄牧师再一次在我们中间来，所以其实开始我们要请永林执事带领我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记在马太福音26章47到56节。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12使徒之一的犹大来了，还有一大群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那里跟他同来。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亲谁，谁就是，你们把他抓住。”犹大立刻进前来对耶稣说：“拉比，你好。”就跟他亲吻。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抓住耶稣。耶稣对他说：“忽然有一个和耶稣一起的人伸手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比12营还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发生的话，怎么应验呢？”就在那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抓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圣殿里教导人，你们没有抓住我。但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那时，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第二处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5章1到2节跟8到9节。1到2节，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你们该效法上帝，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8到9节，从前你们是暗昧来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今天的讲道题目是谁的石？准备好了吗？我们请黄哲彦牧师。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的灵此时此刻将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所承受的苦难重担所带来的欢笑喜乐，全部都可以卸下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得着能力，得着力量，继续奔跑我们每一天所当奔跑的路程。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台湾话里面有非常特别的几句话，一个叫做三卡三角仔，另外一个叫做绕北啊。这些话语其实都是在过去，不论是在日治时期，或是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时期当中，对于那些出卖同胞、赚取自身利益的人的这一些称呼。这个大概是在台湾文化当中特有的文化里面所形成的。但是大家对所谓的绕北啊，对撒卡的这个印象到底如何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遇到绕北啊，遇到所谓的撒卡。在2019年开始，小英政府想极力的透过转型正义，希望可以将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所
遭受到所谓的白色恐怖时期的档案，可以把它整理，可以在那里征集、整理、保存、运用，希望可以让权威时期的许多不当的真相得以公开，让台湾的社会不再是族群对立，不再是所谓的我韩籍的对立，而是大家可以透过这一些档案的公开、互相理解之后，慢慢的走向所谓的和谐的社会。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面对这些档案公开的时候，你会只想到说，我想要知道谁是廖北啊。很有幸的，我也发现了我的档案。这个档案其实是在我当神学生的时候，在教会实习的讲道，就像今天一样，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被人家把它记录上去的。讲道的内容其实我已经忘掉了，1985年12月1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去看这些档案的时候，我发现说，里面有错误的东西。档案所记载的就是真的吗？比如说，在我的档案里面，他写着那个时候我是台南神学院宗教哲学系4年级的学生，但是1985年我才2年级的学生而已。档案里面讲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教会的牧师张忠豪长老，不在。其实那时候盐水教会的牧师是黄志宏牧师。档案有没有错误，变成一个问题。其实当我在看许多的档案的时候，我发现更大的问题是，有一年的总会开会的时候，出现了一份所谓的县民的名单，廖北亚的名单。其中有4个廖北亚，4个县民，他是化名，他不是用真名，有4个是真名。当一开始看到这个档案的时候，我们好几个人说：“哦，这份档案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谁是廖北亚。”但是当我回去对那一年的总会报告书里面的总会记录出席的人员当中，我就发现说，有人4个真名的里面有1个人没有参加总会。换句话说，他怎么去汇集在总会开会期间所有的资料呢？因此，这些东西面对让我们去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让我们去面对接下来如果真正的公开之后，我们怎么去面对所谓的加害者跟面对被害者？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只是在那边去指责他们吗？还是我们怎么让他可以透过这一些档案的公开，一起从里面学习，在信仰中学习，互相饶恕，我们可以互相和解，互相赦免。其实，当大灾节期当中，我们在准备心要与耶稣同受苦、同享复活的这一段大灾节期的里面，我们来读今天马太福音第26章47到56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的有意思。耶稣也被廖北亚出卖了，而且这个廖北亚是他自己的学生。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他这个学生犹大，他在那里用非常亲密的动作，他去亲吻耶稣，来告诉这一些他所带领的人说，就是这一个人，他就是耶稣，就是你们所要抓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被廖北亚出卖的经验。1987年，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说，我看到了3份报告。一份报告写着刘锦昌牧师的，那时候台南神学院的学生会会长；一份报告写着林方仲牧师，那时候台南神学院
的学生会的总干事，一份报告写我的，3份报告都在写那个时候刘锦昌牧师当学生会长的时候，他在神学院的下课的20分钟设置了一个叫做民主讲台，希望透过那20分钟，可以大家学生去发表自己的意见。3份报告写的就是这些东西，而我看到写报告的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就是跟我很亲密。当时候我没有摩托车，他很好意的用他的摩托车载我到高里力珍服务处去拿党外杂志回来学校，发给有订这一些杂志的人。发现到说，你最亲密的人就好像去亲吻耶稣的人一样。但是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在看马太福音26章的这一段经文47到56节的时候，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哪里？很可能我们会很习惯、很自然而然的把焦点就放在犹大的身上，他是一个出卖耶稣的人。我们到底把焦点是放在耶稣，还是放在犹大？我们必须去思考，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把焦点一直放在犹大的时候，犹大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人。你会发现到说，他怎么可以出卖耶稣？但是我们必须去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当耶稣去招犹大来成为他的门徒的那一刻，他不知道犹大有一天会出卖他吗？上帝的儿子耶稣，当他去招呼犹大成为他的门徒，叫他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不知道犹大有一天会出卖他吗？我相信耶稣一定知道，耶稣一定知道，当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当他决定顺服上帝成为人的样式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说，他有一天他的命运一定是会被他的学生出卖。但是他也知道这一个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当他必须是实践上帝救赎人类必经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接纳了这一个将来要出卖他的犹大，成为他的学生，跟在他的旁边。你如果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到说，犹大在约翰福音的13章27节里面，他这样讲，他说犹大一接过饼，撒旦就附着他。耶稣对他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所以其实耶稣知道犹大有一天就是会出卖他，他知道说撒旦已经在那一个最后的晚餐当中，他一接过饼，撒旦就附着他。耶稣也很清楚、很明白的跟他讲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耶稣眼睁睁的让犹大出卖他的事情发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耶稣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一年的大斋节期，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让这样一个出卖他的事情，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他可以预防的事情继续发生？如果我们把焦点聚集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耶稣看到了人的软弱，他知道说撒旦已经进入到犹大的心里面去了。圣经其实常常在提醒我们说，人的有限跟人的软弱。圣经常常在提醒我们，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的这一些所谓的伟人，
不论是摩西也好，不论是大卫也好，他们在圣经的描述里面都不是完完全全的人，包括我们称他为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当他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也是告诉他的妻子说：“你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是我的妻子哦，你说你是我的妹妹就好。”你要发到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人在面对许多状况当中，充满着有限跟软弱。但是呢，人另外一方面也常常会高估自己，会陷入所谓的罪的引诱当中。那一个罪就是骄傲。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觉得自己非常的骄傲，高估自己，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得罪了上帝，在得罪了别人的当中过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要只把焦点放在犹大的身上，我们要回来，要放在耶稣的身上。信仰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看，去注神注目，在看耶稣，把我们的焦点定睛在耶稣。当我们把焦点定睛在耶稣，然后来看你四周围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开始会有改变，会发现会有改变。耶稣其实他知道说他将被出卖，他并不是没有挣扎的。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3次希望，如果上帝允许，希望让这一个苦杯离开他。但是他到最后所讲的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旨意。他跟上帝讲说，我希望这些苦杯我可以不用承受，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旨意。他完全服从上帝所预定的计划。他知道这是一个救赎的过程，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完全服从上帝所预定的计划。服从常常会跟聆听有关系，就是在服从之前，你必须去聆听什么是正确跟适当的。服从不是叫我们盲从，在信仰里面的服从不是说你去听牧师告诉你说你当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聆听的，请大家注意，聆听的不是牧师的话语，你要聆听的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你要注意什么是正确跟适当的，而且服从就是在那里去做出相称的回应。所以服从之前，你必须去仔细的聆听。我们看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人动刀了，有人拔起刀来去削了这一个祭司长的仆人他的右耳，有人动刀了，但是耶稣却在那里阻止动刀去保护他的人，叫他放下刀，收刀入鞘。然后在那边耶稣说，若是这样做，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经上所说必须实行的事情，怎么应验呢？耶稣对他们说，收刀入鞘吧。他完完全全的服从、顺从。这种的顺从，这种的服从，甚至当有人要拿刀起来保护他的时候，他都叫他收刀入鞘。很有意思的是，顺从这一句话，它有一个 ob，
我们在英文的里面大概有反抗的意思，有反抗的意思。他在提醒我们，有时候要去聆听上帝的话语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自己在那里挡路，阻挡自己的路，阻挡自己去聆听上帝的话语，阻挡去服从顺从上帝旨意的道路。这个要去服从的时候，它有一个带着反抗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在那里？他其实是以祈祷来准备，他以祈祷来服从。耶稣在他的这个成为人之后，他不断的在准备，不断的在祈祷当中去准备他将走的这一段道路。服从，其实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用心去聆听上帝的话，聆听爱、宽恕跟慈悲的话语。这种深度的聆听，常常需要放下自己的偏见跟成见。这是我们在信仰上面必须去学习的功课。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聆听上帝的话语？还是我们都希望说，牧师你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就好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许多时候我们都只想要说，你告诉我答案就好了。信仰没有办法叫人家告诉你答案，信仰必须你自己静下你自己的心，去聆听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圣经里面他的话语，透过你四周的这一些人事物在对你说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提醒我们说，你必须常常放下自己的偏见跟成见。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是放下自己，到最后他的结论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旨意行。信仰上面我们常常接受到的挑战，就是我们仍然不愿意放下自己，我们仍然认为说我就是最厉害的。耶稣的学生如果跟耶稣来做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根本没有在准备这些事情，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想法在看待耶稣他所要走的路，他们仍然认为耶稣他要走上光荣，走上那一个王座的道路。所以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马太福音书26章的56节最后一句话说，都离开了他，逃走了。他们都离开，这些门徒都离开了他，逃走了。这些逃走的门徒，当他经历了耶稣的死跟复活之后，他们接受了这一场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这一场耶稣的死跟复活的这一场洗礼之后，他们也改变了。他们勇敢的传承使命，勇敢的去做见证。他们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把福音从亚细亚传到欧洲，从犹太人传到非犹太人的地方。其中有一个虽然不是耶稣直接的门徒，但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经验到他本来所迫害的主，他生命也改变了。那一个人就是保罗。保罗在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书信当中，他这样讲：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他在劝勉这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子女一样，效法神，效法上帝。到底在讲什么？他接下去在第2节的时候，他在说你们的言行举止要有爱心。我非常喜欢用英文的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要 walk in the way of love， 走在爱的道路上面。他告诉保罗在劝勉我们说，我们不是言行举止要有爱心而已，我们必须是走在爱的这一条道路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走在这一条爱的道路上面？还是我们仍然用着我们自己的老我，用着我们自己许许多多的主见、成见、偏见，在看待我们四周围的人事物呢？保罗希望说，可以走在那一个所谓的爱的道路上面，就好像耶稣一样。保罗他的一生，当他遇见主之后，他的一生是好像我们的圣诗612首里面说那个题目叫做“境遇的好坏，坚无好歹是主所定”。他说，不论是得时不得时，我都要去实践，我都要去传扬。他用这样的东西来勉励，他用这样的东西在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不是等到时机好的时候我才走出来，时机不好的时候我就躲起来。不是，他不论得时不得时，不论境遇的好坏，我都愿意走在爱的路上，去见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去诉说上帝的恩典。上个礼拜，我不晓得当大家看到许承道牧师他的题目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当我看到上个礼拜许承道牧师的题目的时候，我会说，我的第一反应是许牧师是不是讲错了？因为大家都会讲说谁是我的邻舍，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写的啊。圣经里面那一个青年去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到最后说：“那谁是你的邻舍呢？邻舍呢？你自己说。”谁是我的邻舍，跟我是谁的邻舍有什么不一样吗？为什么许承道牧师在上个礼拜的讲道当中要问大家说：“我是谁的邻舍？”其实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谁是我的邻舍？主词是谁？主词是他者。那一个谁不确定，我只是被动的。当有人出现在那里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的邻舍。那一个邻舍是怎样爱我的人？谁去爱那个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撒玛利亚人？哪一个受伤？谁去爱那个受伤的人？哪一个爱他那个受伤的人，就是他的邻舍。这个我，谁是我的邻舍的我，变成是被动的接受的。但是我是谁的邻舍的时候，他需要我们可以主动，他希望我们可以主动去问说：我到底是谁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你必须主动的去寻找。你必须主动的在那里去发现，你必须主动的去发现，这种的发现，你必须走出去。我很喜欢这个现在的天主教的教宗，他曾经讲了2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基督徒必须走出舒适圈。
他在那里勉励基督徒说：“你必须走出舒适圈。”然后他说：“教会要不怕弄脏双脚。”这2句话，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在问说我是谁的邻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先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圈。就好像这句话所讲的，生活是在你走出舒适圈的尾巴，是在这个舒适圈的结束之后，生活才开始。信仰也是一样，当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圈的时候，当我们不怕弄脏双脚往外走的时候，那一个信仰真正的实践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在130周年的生日过后，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要往外面去看我的邻舍，走上我们去看我们的邻舍，陪着他一同走在这一条上帝的爱的道路上面。希望我们一起共同来勉励，不是等到时机好的时候我才出来，而是不论境遇如何，我都愿意准备好自己，走在上帝的爱的道路上面，陪伴着那一些需要我们陪伴、需要我们爱的人，接纳他们成为我们的家人，一同在上帝的爱中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一同来走这一条信仰的天路，一同低头来祷告。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蒙得你从天而来的祝福，你的慈爱与怜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有许多的缺陷，你却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就像主耶稣知道说犹大会出卖他，仍然接纳他为他的学生一样。主，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求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你爱的见证者。我们领受的爱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独享，而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他人同享，一起分享从你领受的爱，一起分享从你领受的祝福，一起互相扶持，来同走天路。主，求你让我们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时候，处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我们都愿意准备好我们自己，成为你福音的见证者。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愿不论我们在什么时候，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走在那爱的道路上。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胜过我们的老我。此时我们一同起立来回应。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洋，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
稣，无罪的羔羊，陪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后请牧师祝祷。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牵引在爱世里，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会众请起立。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慈爱的父神，我们领受从你那里来的恩典，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成为你福音的见证者。求你差遣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带领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今天礼拜到此，请默祷待殿乐结束后再离开，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忽略了，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
切经历，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升起，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大家彼此祝福平安。